台湾明仔载就要开放边境啊，入境的旅客唔免隔离。指挥中心今日嘛宣布讲，全球的新冠旅游警示降到第2级。这个警示是提供予民众出国旅行参考的。即阵降到第2级，就代表讲加强防护，就会当去各国佚佗。 国内自10月13开始边境解封，入境旅客改用0+7入境免隔离。指挥中心嘛宣布，全球旅游3级警示，伫维持936天后，13:00点开始调降为第2级的警示。目前整个传染力比较强的 BA.5的变异株还是全球的主流株，而且持续的出现变异株，所以我们预期这个疫情还是持续哈。那这个部分也提醒民众就是加强防护的一些注意事项。 入境管理新制13实施，同时自主防疫期间探病陪病嘛同齐放零，只要符合4种例外情形，就会当伫医疗机构同意，摕探视迄天采验的自费家用快筛阴性证明，前往陪探病。 病人是实施手术、侵入性检查或治疗，需要由家属来陪同哈，没有别人能够取代。那另外就是，如果是急诊、加护病房或者是安宁病房这些特殊单位哈，如果需要就是针对这个病人病情说明的需要，病人的病情恶化或病危探视无法涵盖到的其他特殊原因出示阴性的快筛，就可以来探病。目前国内疫情是伫高原期，秋冬天如果是进入呼吸道疾病开发作的时阵，是毋是拄着疫情甲流感同齐流行？重开国门了后，本土疫情什么时阵会降低？什么时阵走向疫情流感化？这嘛大家伫关心。在1万左右或者1万以下的话，那大概可以确定，就是说它这个往下走的趋势是已经确定了哈。是。那也就是说可能会达到一个所谓的谷底。国内12新增加52338例。 新冠本土个案67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当中新增加37例死亡。虽然确诊数搁再破5万例，不过指挥中心表示，甲顶礼拜3比起来减少2536例，个案数连续3天降低，是好的前兆。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开始国门解封，桃园机场就会恢复英国入境通关方式，代表讲机场出入境的人就会愈来愈多。 人来就会带行李来，所以免税商店甲美食街嘛恢复营运。桃园机场的产业发展协会就表示，因这2年外经营是真凄惨，期待讲会当赶紧完全解封，生意会当赶紧好起来。角岛啊、货架啊，还有塞车啊整理理咧，即马边境就要豆豆开放。桃园机场进行整备的工作，13实施入境0+7的规定。 桃园机场会恢复常态入境通关，无正常入境的旅客会当搭大众运输工具。 白班的计程车恢复跳表算钱，关景台等等的设施嘛恢复常态开放，旅客嘛真期待。很好啊。怎么说？毕竟开放的比较方便啊。所以期待它恢复正常，对不对？对。12号的晚班机、末班机离开了以后，各单位就开始会进场来做所有的一些设施等等的一个整理。13号的凌晨就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所有状态。 根据桃园机场航班运量仪报表，13入境的人次会有12322人次，出境的有6238人次，专机的有5586人次，客机有270架。为13返点季开始，桃园机场会配合调整相关的措施，机场的人流增加，免税店甲美食街嘛豆豆恢复正常营运的规模。防疫计程车嘛照目前防疫的规定做清洁甲消毒。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 防疫计程车全员要到齐外，明天那个支援部队的580台的支援部队也会协助支援。我们现在也加强人力的调度，另外免税店业者也提供了现金回馈将近3000万。业者目前为止呢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根据 ACI 国际协会组织统计，全球旅运量1月至5月已经恢复到53.9%。桃园机场产业发展协会表示。 桃园机场到目前为止，敢若有3.9%。疫情2年外以来，机场产业甲劳工面临前到搭毋捌拄过上介严重营运的状态。希望加速边境放零的速度，互产业会当复苏。记者综合报道。台股涨是落尾600点，所以金管会是赶紧宣布加重限空令来换股价。不过今日也是对开盘就开始落，盘中甚至是杀到剩无13点，台积电剩无400块，上低时阵有落到395块5。落尾今日收盘时阵是落24.79点，收伫咧13081点，万三大关勉强收掉。
台股拜二大落596.25点，收盘是近2年来新低点。金管会阁宣布扩大限空令幅度，昨日开始，盘中证券卖出的限额由20%缩小到10%。上市甲上柜有价证券的保证金成数也对100%再优元到102%。有立委质疑将北长头方式的做法，敢会使来救股市呢？这个剥洋葱式的这种策略，能够救股市吗？我认为至少释放出在不同阶段政府关心股市的一个态度。你认为能够用多久？其实现在这个整个负面的情绪蔓延，还真的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黄天波表示，台股这段时间受到联准会升息、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加重，加上连假期间美国汇盘指数修正，和科技股比当大的台股在收盘盘真深，强调市场管理做法是两面刀。不过台股永远基本面也对台股保持信心。不过昨日大盘永远是开价行价，指数一度落破13000点，落115点，上价来到12991点。宽达股员工拢钱顺顺，尤其是13特别召开法说会的大节点，毋若拔破400块，更加油价大盘表现，上价拔到395块半，创下27个月来新低。总计最近2天期待就减少超过1.1条。大盘指数中场落24.79点，收在13081.24点，13000点加财务收掉咧，成交金额1815.56亿。目前国际的一个趋势还是向下，那这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其实这一些这个救市的一个政策必然是大打折扣。那美股只要不止跌，外资就持续对台股提款。另外，国际货币基金公布上新的季报，下修全世界经济成长率。国发会主委景明新早起在立法院表示，台湾情况甲全世界来比较是较乐观，这种预估今年 GDP 成长率可望超过3.3%。记者综合报道。台海局势紧张，台湾的半导体是咱重要的靠山，国际拢真关注。经济部长王美花受到美国智库邀请发表演说。强调讲，台湾的半导体地位无法度取代，台湾安全，全球的供应链才会安全。而且王美花嘛甲中国话话，叫因做决定爱考虑互斟酌。另外，顶一日彭博社是报道讲，美国的国安会要开会，若是台海开战，会倒撤离台湾的工程师。有人解读讲，这是要救人才，放弃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就表示，证据显示美国无这款暗示。Another way, so if Taiwan is saf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will also be secure. 在演说中，呼吁爱重视台湾的安全。经济部长王美花率团访问美国，要为头一摆伫美国举办的台湾形象展来献幕。昨日先受邀请伫华府智库 CSIS 来发表公开演说，对经济层面讲到台湾为安怎重要。王美花讲，台湾经济大港全球市占率达到62.9%，那台湾制造比中端，恐惊冲击全球经济。This demonstrate why Taiwan is so important. By interfering or disrupting Taiwan, China itself will also be greatly impacted. 王美花指出，若中国想要变更加强，那安尼侵犯台湾进程应该三思。而台湾半导体供应链非常完整，要复制也是取代也真困难。最近台海局势紧张，台湾半导体尤其是台积电受到国际关心注意。彭博社进行报道，美国国安会把兵推两方若开战，会协助撤离包含台积电工程师，并且会甲现有厂房甲机构来销毁。不过，国安局长陈明通讲，情报资料显示，美方无这个规划。就我们情资的来源，美方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岸如果即使占有这个台积电，这个金鸡母也生不出金鸡蛋的啦。国防部长邱国正也表示，台海冲突并其推演无美方提出台积电工程师的想定，并且强调国家爱靠家己来防卫，任何动乱拢会影响到经济甲人民的生活，所以讲一定爱避免战争的爆发，各军拢得克制。记者综合报道。又搁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来访问，总统蔡英文今日早起是接见众议院科学、太空甲科技委员会主席江升，搁有众议院的军事情报委员会等等5位议员。这也是今年第8个美国国会访问团。总统蔡英文是表示，美国的访问团伫咧中国8月军演了后过来访，代表美国的国会坚定的支持。这几个月来，我们也看到威权主义扩张，造成人民遭受战争的痛苦。我要重申，
台湾愿意跟美国及所有民主伙伴持续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全球的和平稳定。We know that, like the people of Ukraine, the people of Taiwan stand on the ramparts of freedom, and we are proud to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you. 这届下党派访问团成员多数拢有军事背景。天俄军人众议员莫顿是表示，伊了解战争的恐怖，嘛了解和平的可贵。美台关系非常重要，台美双方拢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真有幸会当甲台湾徛斗阵。台海局势紧张，国防部长邱国正定义，若是中国发动攻击，无限讲是发射飞弹，也是中国的无人机进入咱的领空，就算讲对方已经发动攻击，咱都会反击。不过，这款定义是互人真烦恼，讲中国会用咱反击做因出兵的理由，惊讲咱离战争已经无界远。中国的军机军舰直直地侵入台海，国防部长邱国正前几天指出，对咱的头一摆攻击，毋是干那限制伫射飞弹，若是战机飞入来咱的领空，嘛算是头一摆的攻击。佮再加上即马中共的无人机定定咧飞过界，所以嘛会将航空器列入头一摆攻击的定义。只要你航空器一个实体。它从海上来也一样，说实体的话，对，我们就一个自卫。所以针对第一击一来，我们一反击之后，大概就开始了，就开战了。对，就是所以这个是事态严重。国防部12为着海军新一代轻型巡航舰建案规划来到立法院，国防部指出，为着要因应边界冲突，伊阁要换掉50年的济用级军舰。海军放弃打造4500吨级的小型盾新一代飞弹巡航舰，改造是投入245亿打造2只排水量2000吨的轻型巡航舰。不过，就有立委咧质疑讲，这背后敢真正是因为需求改变？一代巡防舰推得下去，推不下去？目前执行上会有风险，所以你们在框的预算前提之下，让我换一个东西，叫做新一代轻型巡防舰。然后又刚好符合我们现在的可能的作战需求，这样我理解没错吧？是。海军承认4500吨级的定海计划巡航舰确实是卡条的，不过轻型巡航舰若是运用定海计划技术，海军就把握会当顺利进行，而且顶悬阁会当按精天型的超音速反舰飞弹，通好反制中共的军舰，这战力是比原底计划更较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中央甲大巨蛋的审查挡条例，引发内政部处长华敬群不满。华敬群认为讲，北市府才是大巨蛋无法度启用的原因，对不起台北市民。针对这项指控，北市府是讲华敬群的讲法实在是真含糊，双方对审查的刑事对象无要相让。中央甲地方对大巨蛋又阁有争议，台北市长郭文哲批评中央阻碍，讲合作伊要动力有啥物办法，引起内政部处长华敬群的不满做回应。台北市政府伫必然集团的认定反起反倒，白烟检测远洋公司一直无愿意根据国家标准提报，到顶个月才肯配合。台北市政府面对大巨蛋的议题，这种的讲法对不起台北市民。大巨蛋的议题其实不要在我想科市长。没有道理再把它推给中央啦，其实过程都很清楚，那都是往往是远雄公司那边耽误了很多，那市政府又没有积极的去催促嘛。花敬群次长呢，他在脸书上的发文，可以说真的是荒腔走板，包含了他说呢很多的部分。台北市政府是没有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事实上，台北市政府在监督远雄大巨蛋的很多条件呢，都是非常的严格的。台北市政府强调，排演审查确实是严重延误，因为委员会要求比国家标准更较严格的标准，像讲严控性能现场试验、零件度部分，委员提出火灾发生的时阵，爱保持10公尺零件度要求，完全超过国家标准规格。国家标准呢，巨蛋来讲，并不适用于一般法规啦。在每次审查当中，委员会有很多意见的加注。我没有说这个研究是不是不对的，只是说当时会衍生出很多的讨论。台北市政府嘛证实，防火必然性能已经大概通过内政部的审查。目前大巨蛋工程进度达到97%，预定明年1月当完工，并6月起营运，并争取以U23世界杯棒球赛做大巨蛋启用的开幕比赛。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轰炸乌克兰10几个城市，已经造成19个人死亡，900人受伤。
G 7工业国已经答应讲，只要乌克兰有需要，就会支援。德国嘛已经送一套 Iris-T 防空系统到乌克兰，而且 G 7阁发声明警告罗西亚莫动用核武。北约嘛讲，伫咧密切监控当中。基辅10月空袭警报停了，居民开始清理厝内。西部城市利维夫被轰炸了，规个停电，生理人做生理拢点蜡烛。俄罗斯大规模报复轰炸，造成乌克兰重大伤亡。泽伦斯基伫7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视讯会议，再一次强调，甲普京和平谈判可能性已经无存在，并且向 G7 要求国家级防空武器。感谢德国 IRIS 体型防空系统第一套已经运到位，一个美国答应提供国家先进防空系统。Коли Україна отримає достатню кількість сучасних та ефективних систем ППО, ключовий елемент російського терору, ракетні удари перестануть працювати. G7 讲，只要基辅需要就会支援，也警告俄罗斯唔通动用核子武器，北约会加强安全。Next week, NATO will hold its long-planned deterrence exercise, Steadfast Noon. We are closely monitoring Russia's nuclear forces. 莫斯科指责西方国家利用支持基辅的行动和冲突升级，将战线扭长，而且10月继续对乌克兰的能源甲军事设施发动空袭。另外，伫咧中协调和乌克兰的谷物会当出口的土耳其，最近将会搁再出面，希望会当促成俄罗斯甲乌克兰和谈。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讲，目前也无收到土耳其关于莫斯科甲西方国家之间和谈的提议。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突尼西亚因为钱变薄、物件贵，民众惊讲以后搁起都会买袂起，开始抢民生物资。物件愈抢钱，价格就搁飙起嚟，才做一种恶性的循环。当地民众为着买糖买油，拢爱排几落点钟，而且搁定要甲相拍。可能10个人企伫咧超市门口等店员来开门，真无简单才入去，也毋过货架顶面的物件已经全部济咯。الماكله ما تنجمش تبطلها ولدي، تنجم تستغنى على ثيت، تستغنى على بني، تستغنى ولدي على حاجه يعني ماهيش يعني ما لازم، اما الماكله ولدي حاجه لازم، والمناسبات نتاعنا هذه ما نجموش مهما كانت صفتنا。北非国家突尼西亚通货膨胀甲食物欠缺的情况是愈来愈严重，民众日常生活所需要糖、食物油、甲米，甚至是罐装水，其实拢爱排几若点钟才买会到。有一寡人为着要抢买这食品，有当时拢会拍起来，就算抢到啊，这个价数也是贵甲真惊人。وفر لي زيت وفر لي سكر وفر لي سميد ولا 17 دينار هاي 17 دينار والخمس لترات ولا 49 دينار اختي ما تاكلش الرز، الرز مقطوع، جيت شريت لها الرز زادت ب7000 ها في بعض الرز فانسي ولا واقع。突尼西亚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9.1%，是30年来上最，食品又搁贵又搁无货，民怨是愈积愈多，不时出现一寡抗议甲冲突。前几日发生一个卖水果人，互警察没收起来了后自杀的事件，互当地人联想到2019年上班有一个卖物件的人，互官员取缔铁路了后因火自杀，造成贸易火革命的历史。不过突尼西亚政府认为，通货膨胀起因不少生理人差价销甲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粮食欠缺，经济学者是指出，政府财政一直有问题，无再调来支付糖米粉这进口原物料采买费用，才加重这通货膨胀。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通货膨胀状况较严重的国家，已经有8省是连9巴肚都有问题。中东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一个伊讲薪水本地就无悬，食时即阵变贵，互因的日子搁较歹过。所以首都杜拜就出现一种机器，免落钱就会当领胖来食。欧洲迄边，意大利嘛有自身厨房，传免费的食食互有需要的人。关上天的大楼，各种好野人伫倒的饭店。讲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杜拜，大家想到的拢是这真气派的物件。但是无讲你毋知，其实阿拉伯联合大公国1000万的人口当中，有将近9成是外国人，其中真侪拢是印度、巴基斯坦，也是非洲的外来劳工。最近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物价飙悬，这原本就趁无啥物钱的外来劳工，生活搁较艰苦，定定厝势富了，就无够钱通食饭啊。最近伫杜拜的超市内面有出现这种机器，外形看起来甲一般的自动贩卖机差不多。无共款的是，这台机器毋免落钱，只要伫荧幕轻轻试一下，选择你要爱的胖，经过80秒钟加热了后，就会当食到小小胖胖的胖。
原来这是当地一个慈善团体提供的，予一寡散车人免费食着胖，袂去摇着腹肚。目前伫杜拜有10台这种机器，因为反应真好，未来会搁伫其他所在设搁较侪这种机器。若是中东、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形嘛是非常严重。亲像意大利，虽然是欧盟第3大经济体，但是意大利南部地区长期以来失业率真高。伫拿坡里附近的城镇萨莱诺，一个天主教经营的慈善厨房，每工早起拢会准备140份食食，提供予当地需要的民众。No, ma io una pensione minima, quindi paga affitto, paga luce, rimanga senza soldi, non posso mangiare, questa è la situazione. 慈善厨房的负责人讲，过去这几个月来使用慈善厨房的人数，已经是过去的2倍，甚至是3倍。若是搁继续安尼落去，伊唔知影有法度搁冻偌久来应付大家需要。另外，伫英国的城镇沃灵顿，嘛有食物银行的服务，同款有愈来愈侪的民众是爱靠这别人管的食物来度3顿。I am just about keeping my head above water. Most people I know are below it. 食物银行的负责人 David 讲，虽然英国新就任的内阁提出一寡救经济的措施，但是根本就无符合散车人真正的需要。伊希望官员会当亲身来食物银行看卖，就知影民众生活艰苦的情形有多严重。记者甘延恁编译。美国 NASA 9月底做实验，发射飞行器去弄小行星。经过观察 ，NASA 已经确定迪莫福斯小行星已经甲飞行器弄偏轨道。这是人类头一届成功改变小行星的路线。NASA 是希望讲，未来若是有行星对地球造成威胁，会当利用这个方法来躲过灾难。美国航太总署 NASA 伫11宣布，9月2日，隔离地球超过1万公里外的小行星迪莫福斯对弄，简称 DART 的双小行星轨道测试飞行器，成功将迪莫福斯弄离开家己的轨道。这是咱人头一届改变天星的路线。7 million miles from Earth, and it came in at 14,000 miles an hour, and it was a bullseye. Now, this is a watershed moment for planetary defense and a watershed moment for humanity. 小行星迪莫福斯直径差不多160公尺，挖买一座埃及金字塔的大小。是另外一条较大粒的小行星迪莫斯。NASA 伫9月2日，予差不多一个冰箱大的飞行器 DART 主动弄迪莫福斯，佮将迪莫福斯塞入去小迪莫斯的另外一个佮较小、佮较紧的轨道。这个任务成功了后，有助咱人伫未来降低行星也是天石弄地球这种灾难的发生。And it just gave it a small nudge. But if you wanted to do this in the future, potentially, it could potentially work, but you'd want to do it years in advance. 这个主动对弄小行星的计划用7年的时间研究，超过台票105亿。DART 飞行器2021年11月份发射进入太空了后，大部分的时间由地面控制，最后阶段则交由自动导航系统。这个测试当中，2粒小行星甲测试器本身拢无对地面构成任何威胁。迪莫福斯顶级的小行星，就算弄到地球，也未造成全球性的大灾难，啊，不过也是会毁掉一座大城市。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译。再来看国内政治消息，头先来看台北市，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甲民进党的陈时中，今日是分别伫咧南港甲内湖拜票。不同一个参选人黄珊珊是发表伊的新创政见，希望提悬市府投资新创业者预算。第市场内底，参民众博感情，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的行大计划12来到最后一站，伫南港的新德市场继续争取市民的支持。其实我想也借由这样的行走，也更了解我们地方上面市民朋友他们的想法，包括商圈要如何振兴，包括市场接下来如何加速改建，包括鱼市场怎么样改善环境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在透过行走基层所得到最大的收获。支持18岁公民权，台北挺青年。另外一边，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是来到内湖头一摆徛路口拜票，嘛为年底18岁公民权修宪公投催票。不过边仔大楼的居民却为桶仔内底画叉。但我们就音量把它放小来哈，我想各党都会这样做，那我们把它声音量放小来，不要打扰到大家。
12武党籍参选人黄珊珊发表新创政见，邀请过去伫市政府辅导过的业者，证明伊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伊进一步表示，未来若当选市长，会立即补助文化产业，强化甲国际接触，提悬对新创投资的资金规模。伊讲，目前相关的投资法案已经送议会审查，不过却互国民党议员挡掉了。对，我们要编一个这么高额的预算，的确是需要慎重，但预算已经过了。法案只需要投资2个字加进去而已，那全部的投资审议、将来的评选，这些都会是一个公开的机制。但是法案不通过，连这个开始的机会都没有。黄珊珊讲，蒋万安嘛重视新创，呼吁国民党的市议员嘛爱支持这个政策。记者林世豪、谢桂玲台北报道。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柯淑华，涉事论文防检举讲是抄的。台中的逢甲大学昨审查结束，认为讲应用是有无妥当的所在，不过无到违反学术伦理的程度，要求爱伫这学期完成修正，就会当保留学位。柯淑华是感谢校方行伊一个公道，不过仍然是认为讲有疑虑无解释清楚。逢甲大学今年8月接到检举，为经营管理学院毕业的国民党南投县长参选人柯淑华，硕士论文刊写着抄袭。10月11号，校方违反学术伦理审定委员会完成审查，认定柯淑华的论文有不当的引述，但是无达到违反学术伦理情节重大撤销学位的程度。那结果的话，就是我们认定许淑华的这个论文的话，他的确是有违反学术伦理，但是呢，他的程度没有到重大到足以要撤销学位。逢甲大学认为，比对柯淑华的论文甲南投市公所专员谢百杰的研究报告，发现研究的动机等论文的核心都有差别，但是有应用的瑕疵，要求柯淑华必须要伫咧本学期完成修正，送学校备测。柯淑华是感谢校方还伊清白甲公道，希望外界攻击到这为止，若是有搁再抹黑，一定提告。有任何不论是名嘴或者是候选人，包括侧翼。对我的论文再提出高见，为了维护我个人跟我学校的声誉，我一定会提告。台大的标准，许淑华的论文就是抄袭，所以我们对逢甲大学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逢甲也提醒有瑕疵、有不当，这件事情该检讨就检讨，该改善就改善，这跟清白有什么关系呢？选战的对手，民进党南投县长参选人蔡培慧表示，逢甲大学认定不当引述，就代表对论文有原有疑虑。随着到下月大选愈来愈近，这个论文风波是不是就此落幕，也阁有待观察。记者南投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熊团团有阳性的症状，检验的结果嘛已经出来啊。园方是排除脑血管病变甲肝炎的原因，不过讲有发炎也是肿瘤，还阁继续查。团团10月初一嘛已经开始食药啊，而且无副作用，上紧后礼拜2就会当甲大家见面。18岁大鸟熊团团8月底到港内3间阳性，台北市立动物园邀集医疗顾问团分析团团 MRI 甲脑髓水的检验指数，排除脑血管病变甲感染，毋过发炎也是脑部肿瘤，目前也无法度追踪。细菌培养、霉菌培养，或者是一些病原病毒的一个分离。最近流行的 COVID-19 的部分也做了一个筛检，那针对这一部分所获得的一个结果，目前都是阴性的。肿瘤并无排除，考虑采样风险悬，也是无法度确定倒一种疾病造成的症头。兽医师指出，甲中国的大鸟熊基地联络确认，高年龄的大鸟熊浪漫发生过阳熊，毋过老的鸟熊较会发作，每一只的原因拢无共。不管是在于坏死性脑炎，或者是肿瘤这个部分有案例的存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肯定的告诉你说它可以再就是还可以再活多久？团团脑部病变的原因爱搁查，毋过惊万一，园方为这件代志搁检视破病时阵的紧急处理。若目前治疗的方式是莫搁互发生阳性。10月初一开始，逐天5顿的头尾2顿，拢会放抗阳性的药物。服用药物到现在观察以来，团团的状况逐步恢复以往的水准，对药物的反应也很好。那这期间也做了血压用药的调整。动物园是讲团团8月31日最后发生过阳了后，到即马无搁发生好亲像阴性的症头，体重为113公斤，转来到116至118公斤，食甲活动拢甲较早同款。为了维持应该有的生活品质，上紧18就会转去电视场活动。记者综合报道。
有台湾芳船之父称号的詹正峰，8月中是用3只无引擎的芳船对高雄出发，一路往南要驶台湾一链。这期间，伊阁拄到九平基地试射飞弹甲风台等等的原因，只好停落来顾落解。经过61天，伊今日下晡已经平安登到高雄的西亚湾。海边的边仔迎接飞航，芳船伫西亚湾外口准备太空梭冲上花。有台湾芳船之父号称的詹正峰82岁完成芳船的款待目标，10日下晡登来高雄西亚湾。我今天很高兴告诉大家，我完成了我愿望的。热爱芳船的詹正峰款待所有3只无动力的芳船，风帆全部伊家己添的。8月13对高雄西亚湾起航，伫后市甲航员陪同的一路向南。82岁的老父亲还能够跳，还能够玩船，我一定支持他。那我是启航，有跟他陪他到大鹏湾，那一段就非常开心了，也没讲什么话，但是就是我知道他很开心，那我就开心了。航员风旁有岸，航行过程爱因应沿海地形方向来操作，除了爱克服大日头、雷雨甲风影这些天气因素，万一设备故障，也伫海上紧急来应变。左右前的都坏掉了。那么现场各位也可以看到，我就是用绳子连接起来，因为我们要考虑到，你既然走长途，我们不是在市区，随时有动机、有器材可以修整。原定29天的行程，因为拄到九片基地飞弹试射甲风台这状况，被逼过2摆停航避险，最后以61天来完成。詹正峰感谢船友甲海巡一直相伴协助，互伊伫海上也体验到真高的人情味，也希望借由风帆款待，互民众看到海洋运动的发展性。记者综合报道。咱人的龙骨是控制规身躯的活动，不过根据统计，龙骨受伤的朋友是愈来愈少年。为着让社会更加了解龙骨受伤的人，因会面对到的困难，有社福团体是邀请朋友分享因的生命故事，嘛招大家人一个人一句话，鼓励这寡龙骨受伤的朋友坐轮椅勇敢行出来。王子，你要移动啊！你不要原地不动啊！坐伫轮椅顶头拍羽毛球，对国手、乌公手来讲，是经过几多冬的训练才累积起来的成果。12岁时，因为开刀伤到龙骨的神经，从此以后，伊的人生拢爱甲轮椅绑做伙。不过，伊讲羽毛球让伊的人生有愿望。那我很开心，是我能够就是从兴趣到现在就是变成一个竞技的选手，然后代表台湾能够去参加各个国际赛的赛事。我想让人家知道，我们其实很有能力，甚至比别人做得更好。根据这份社会福利基金会统计，台湾龙骨受伤的朋友有愈来愈少年化的趋势，其中有72.1%的朋友原底是厝内主要的经济来源，受伤了后无法度继续做原本的工课，所以大部分拢是倚靠政府补助甲民间团体的帮忙。这回因举办挺勇敢 We Go Together 记者会，就是希望社会会当加关心这的朋友。所以我们事实上很希望说，社会大众真的是了解脊椎损伤，因为了解，所以会给予更多的协助跟支持，也因为支持，所以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勇敢的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的挑战。挺勇敢 We Go Together 邀请民众一人一句话，支持这龙骨受伤的朋友行出来，陪伴因伫12月初10迄一天，为台北市政府出发，用轮椅行出1公里的希望。记者麦尚英、丹宝罗台北报道。大家人拢知影食薰无健康，不过即马是有愈来愈侪少年人改食电子薰。根据卫福部的资料显示，最近台湾人使用电子薰油的比例是逐年拢在增加。而且即马竟然是有非法的业者看准这个趋势，对中国违法进口有尼古丁的电子薰油，而且因为着要闪差值，佮用车用机油的桶仔来装，进口入来了后才分装，假做是国外电子薰油品牌。这个品质唔但无法度掌控，佮较会伤害到身体健康。警方去一间徛街所在，手里的管仔看起来是汽机车底用的乌油，不过内底却是有尼古丁成分的电子薰油。这个假做是乌油的非法薰油，拢是一个细单的嫌犯为中国进口入来台湾的，了后佮分装做较细罐，假做是外国电子薰油的牌子，伫网络顶卖，不法所得有到几百万。诚信犯前从大陆进口含尼古丁成分电子烟油，
并以大瓶车用机油桶装填装，再利用电子磅秤、封膜机、空瓶、宏伟标签纸分装成国外知名品牌，是电子烟油与网络贩售。警方表示，因为咱国民众有咧食电子烟的比例是愈来愈悬，尤其是主机的外观、烟油的口味甲牌子是真侪种，所以一个无天良的业者上准出售，冒险违法，而且伫咧烟油内底掺会互人食着调咧的尼古丁。医师强调讲，长期食着尼古丁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电子烟油内底是有千多种的化学物质，对身体有真大败害。尼古丁本身它会让心跳增加、血压上升，长久下来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电子烟里面含的一些调味剂啊，比如说那些香味啊，或者里面的内容物、化学物质，实际上已经被验出来有上千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在美国已经发现很多的肺炎，实际上是跟电子烟的吸食是有很大的关系，也会造成死亡。有尼古丁成分的烟油，伫台湾是属于禁药。警方以药事法第82条输入禁药罪，还有第83条未禁药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无经过许可进口，会当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亿以下的罚金。明记知影是禁药，搁摕来卖，会当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乌面腊杯会来台湾过冬，今年的头一只是伫咧9月初10中秋节时阵飞到台南的7股保护区，后续阁有飞10几只来。前几天的国庆连假已经增加到468只，有真侪介意鸟的民众拢去现场看即个老朋友，而且因阁咧找一只编号铁板鹅的乌面腊杯，因为即只铁板鹅当初是受伤伫台湾治疗好势了后，野放阁捌飞来台湾2届。因就要找看讲，伊今年敢阁会第3届飞来台湾过冬。乌白对比的乌面腊杯头伫咧水里找食物，看起来真无用。今年头一只来台过冬的乌面腊杯，伫咧9月初10来到咱台南7股的保护区了后，陆续过来10几只，双十连假期间一下阁增加到468只。是因为这2天的那个北风吹已经南风你北风咧行，一寡迄面比如加速度拢来到咱台南。乌面腊杯陆续飞来台湾，按算伫咧10月16日进入保育季。今年较特别的是，要找过去治疗好势野放的11只乌面腊杯，其中编号铁板鹅的乌面腊杯已经飞2届返来台湾，今年敢会阁飞第3届返来台湾，是受到关注。去年的11月的时阵伊第2届飞到咱台湾，是去迄个当时来救的迄个黄永峰伫北门水晶教长家的发现着。今年我按说你这保育季内面，你迄个要寻找这个市场野放的黑面琵鹭以外，其中的一只 T8，我们是第3年要找它。黑面琵鹭的保育，一方面见证了台湾的这个保育的实力，但另外一个方面也表示了台湾的民众的素质以及政府的决心。乌面腊杯来台过冬，超过9成的族群集中分布伫咧台南、嘉义、高雄、甲云林。2022年全球普查乌面腊杯的数量是继续咧增加，总共记录到6162只乌面腊杯，这是比2021年阁加940只，显示保育有成效。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20当前，就利用一寡报废的军舰、钢铁甲电火条甲因等落海底做鱼搭，互搁较侪海洋生物有生态所在。经过20几冬，最近是有一海洋的志工专工呛水落去海底调查，看状况变甲安怎，咱也做回来看卖。伫旧相片看到，这台报废的军舰是2002年拖到花莲港环保公园海域的外洋舰。当作军舰搭早沉了20年，从来无人看过到底有偌侪鱼。海洋志工闯入去29公尺深看，只敢若纯纯尾溜啊尔。因为军舰礁早期放的炸药太多了炸成了3大块，也把铁皮都船体都分裂掉了所以鱼群的躲藏比较少的。另外，2003年早沉的大东舰，伫咧44公尺深的海底，也拢已经解体。不过，伫验了36公尺深的钢铁搭是真完整，真侪鱼、珊瑚、海藻生态真丰富。钢铁礁是最具有聚鱼的效果因为钢铁礁它是原本的整座的下去，沿了的区域它不受台风的影响。西来比灯塔外海这边，因为钢铁的使用量不是很粗的所以现在已经50了。县府讲，这款鱼搭拢是20年前等伫咧崇德、顺安、基内片验了就推平顶海域，
因为深度、海流、风台等原因，每一个所在效果拢无同，不过绝对会让增加海底生物的栖地。我们要把它这个成立一个保护区，让我们这个海洋的这些底栖鱼类跟生物能够有一个庇护的场所另外，海洋志刚强调，鱼胆上大的伤害一个拖底鱼帮，就要定期落去海底清，才袂造成生物死亡。希望相关部门会让甲几个有特色的鱼胆规范将这特定藏水点，避免渔船作业，唔那是当带动观光也保护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园有工作人员最近是发现2只枪仔虎，花语佮号做黄喉雕。因对监视器的画面当中是看到因好惨就是2只一组，会互相看头看尾，动作实在真古锥。咱做回来看卖。宜兰县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工作人员，最近伫咧顺园区时阵，伫咧翠阳湖环山步道入口的所在，看到一只黄喉雕，想要甲游客放伫咧河南边的拐仔架走。另外一只敢若伫咧边仔顾，真趣味。将这民众讲真古锥，也不过有人讲，即马家己物件爱顾好。对啊，不过好像还蛮聪明的啊，一个把风啊。那你觉得可爱吗？还蛮可爱的。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怎么说？因为这样如果到时候很多民众如果上去的话，他们就会很容易就是看到，他们就会想抢东西。黄喉雕是台湾的特有亚种，算是保育类的动物，主要是食中小型的哺乳类一个鸟类，有当时爱食水果。定定拢是2只以上，最近掠3枪这种比因较大只的鹿科动物，所以也叫做枪仔虎。所以其实它生性是还蛮凶猛的，然后其实它会去捕猎比它大型的野生动物，在这边还是要提醒民众要注意跟它保持适当的距离。林务局劳动林管处提醒游客，若看到野生动物有3项莫做：莫花棍、莫干扰、莫甲因吃。也提醒民众伫咧太平山爱注意这款条文，重要物件爱家己顾好，园区是无负保管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口湖的蚵仔寮伫咧清朝时期，因为捌着济，去隔壁庄头请千岁来消灾解厄，后来嘛发展出送顺风的民俗活动，成做这地方重要的祭典。咱即阵则会来看这个已经有900年历史的科技。民众穿好行李，甲香瓦刀，要迎接五虎千岁。云林口湖的蚵仔寮伫清朝时代捌着瘟疫，总理蔡的丹府夫人有指示，只要伫旧历8月15迄天，将五虎千岁请入来庄头，3日以后，才搁甲王爷神送走，就会当保庇大家渡过疫情。伫咧清朝时代，祖先有就咧讲，咱遮得瘟疫，就咱这个大天顺手带位遮经过，来甲咱遮百姓村民到帮助济，所以讲感念伊，来救这百姓。所以讲每年咱这个8月15，就会甲接入拜安尼。8月18，我再送顺风，佮送的继续去顺手。村民为着要感谢五虎千岁，就发展出特别的送顺风仪式。这嘛真做蚵仔寮地区一年当中上重要的祭典。送顺风的仪式主要有赢大天顺手甲送顺风2个部分。每一个信徒拢会准备顺风旗，叩谢五虎千岁。针对咱的大天顺手五虎大岁的这个圣诞来举办这个祭典咱五虎大岁会当神威显赫庇佑万民。同时顺天宫嘛是咱地方非常重要这个信仰中心，所以咱大大细细老老老幼呢，拢总定定来遮拜拜。送顺风的文化已经流传超过100年。不过，因为蚵仔寮的人口流失老化，恐惊有失传的危机，社区嘛一直咧拍拼要传承，希望后代子孙拢会当了解这个特别的宗教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无人机的使用是愈来愈普遍，不过即马各地煞是接连传出违规的情形，其中伫咧新德县已经开发3件。县政府就特别提醒民众，伫咧高铁、台铁甲高速公路，各部分乡镇的都市计划区内底，拢是禁止飞行的路线。无人机飞伫天顶，下骹操作的人唔敢靠势，全台无人机使用者愈来愈多，煞把小连续传出违规事件，尤其是伫公园内底违规操作无人机的民众算上侪惊。现在限制的区域非常的多，然后可能每次要飞的时候都要打开那个民航局有个 app 叫 Dry
Map， 然后它就会显示这个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禁航，或者是有一些高度限制，然后他可能要注意一下，不然其实被罚钱其实很麻烦。目前市德馆除了高铁、台铁、高速公路爱事先申请，才使飞无人机。台北市德东甲宝山乡的都市计划区内，也算是禁止飞行的区域。特别有一些区域是禁航区或限航区的部分，我们都希望你透过安全合法的一个教育场域，来取得无人机的一个飞行，让你的飞行更合法、更安全。县政府提醒民众要使用无人机进前，会使先透过交通部民航局网站查新德馆空域管制区域，以免违规受罚。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27度，中部地区22度到31度，南部地区21度到32度。东部地区21度到28度，外岛地区20度到28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